上个直接得5G 了个。第六妞堂子，那个叫有事了。啊？这个叫有事？你到电话看看哪部还过个哪部路就开中嘛？被一嘟嘟子鸟贼。那个叫身份证知道呢？缴了。到了。我这个。我这样你看，我姐5G了。咋走眉毛那堵住了噻？咋子走眉毛那堵住了噻？你看，他给我得到了瓶子呢，这个人给我端起带，我你的瓶盖马上你就开。那，正在，搞正在，这看多多，马上开个竞争契机。我的妈，我领他多。你多了，你品质的多子做你搞拔的哟！3.3，你品质开始的，都直接接受这个都是包啊！你品质都自然就走，接受了都 play， 你品质都看见到，接受了都 play， 你品质都看见到。你别笑。对牛呢？像对这样高档嘞，牛呢？那真高那啦，都还真难啊！这只手呢？哦，这牛啊是可呢，米牛啊是米牛啊大了，你多呢，我真难啊！咦，到呢，这只刚的豆蛋露手，到了。不，哎，个手指插个脖了指个，还留了好久刀卡了指个。啊？那指哎，我们手哎，我这手露水，哎，个么你手露水上水给录个。不，个怎么了指手了呢？那就指了没露了，几身材我拿嘞，没得露内嘛，没包子包。那些吃了没漏了几身材我拿来，没得漏内嘛，没包子包。哦，才不老了呢，怎么长那么呢？你到了视频和免费转购来打开货。喂，地老牛，喂，免费，姑娘好丢啊！姑娘这是哎，讲呢，姑娘背着好久啊！好被了消失好子早哎，我打这个么子转购来打开我网站，赶到你迷信了哈，这个么啊？免费，这卡了个呀？喂，玩漏自动吧？喂，挂打了嘛？还是要装卡，你得再挂。还是要装卡，你得再挂。你别笑。阿牛哥，你哥会跳舞啊？不会。那你哥会唱歌？不会。你哥会英语啊？这些我都不会。我教你喽。我爱你的话就是爱老母牛，就是非常好，很好，就是 very good。还有这个谢谢就是非常谢谢是 thank you very much。它的英文字母是 A B C D E F G H I J K M M N L P Q R S T U V W X Y Z。还是不会？那你以前上学的时候，你们老师都是教你什么？交学费。交学费。第二牛，大家都约一头牛啊！哎，侬约头牛哎，落一只口油啦！哎呀，哥他搞药了嘛？哥他搞我给么药了都只开嘛？哎，落海一脚落水就得落了米牛哎！哥他搞我给么药哎？落几只口背了？我都不记得。
就药了嘛。没多少的药，你猜了多少次一点口膏，搞成不再是吃药的，给我吃口膏了。你别笑。我吃药啦，吃干药啊，都在那时候哎，都是点播手，广播里就是广播的啊，有的这种药没，点广播手，我吃药了。有的这种药没，点广播声，我吃药了。你别笑。我这个那么重，我就是感觉是头发。我过生日，跟一年样东西都设置到3克过。我知道生日礼物糟糕，但是我得告诉啊，一直啥对门弄猫，都要给我卡闸，那个卡闸一啥喽？我虽然知道卡闸咋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我没忙天的时候，我发信息找稿，我个叫我没意见，那都只叫鬼头没事哎。我虽然知道叫我没意见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后来意思是还有个对子7个哎，我太无知那个呀。对，就是要个太无知了。这下可能到甚至我蒙贼。蒙贼也蒙贼，你更求过的。我虽然叫高之光，但是我得告状啊。我虽然叫高之光，但是我得告状啊。地老牛，毛奶我拿不住鸟嘴诶，我冇故意诶，我冇这个脑啊，我怎么？我冇得这种脑。哎呀，我们个懒脑嘛，我捏不摸那的只老贼哎，就个拿不住鸟贼哎，我冇说这种脑哎，过来只懵嘞，懵了懵地老牛，懵呢个多过一嘛，过一多滚菜菜，个一点干成菜呢，个火锅冇个一弄冇哎，个就真菜了。这我懵了，我冇给啊，我老贼呢，我嘛，冇那个哪个再只鸟贼呢？对一毛事。个哪个在这鸟贼哎？这火锅门口一窝子呢？你打我咋？搞得活该当sensu哦！搞得活该当sensu哦！喂，老婆。哎呀，找啥找？我都对我们他的以后那个还干啥？我都对你和这个不敢收钱哎。之后啦，我多掏的要过来只对，我哪那么好捡？多啥事情那头脑，我只好了啦。搞我找啥上个的班，我要这个弄不来。我多对我太以后呢，只我说的好样子接个呀。老婆，哎，各自玩弄，各自收嘴啦。个仔，哎，个大家鸟仔，个只好捡了嘛，哎，个你好知道了嘛，个怎么离的那个好哎？我蛮八搞噶，哎，我个好知道噶。哎呦，等惨喽！差点懵，个仔刚好哈，老婆，自个。怎么晒上啊？自个，怎么晒上啊？你别笑。快点上课，快点嘛！哎呀，一群猪啊，送人头呢！米多，哎，那我都菜啥了？啥轮到菜了？啥子？哦，那个包啦，那个那个都当搬那个烂了，这光。一大街，生人做的断的讲，不过2分钟，结果2分钟路过么？被踩到，都呀，三字没就都要乱到了。嘎子，我都菜啥？小轮到菜了，干哪完的？滚电子讲到，气啥多？热到地头倒霉，印度那把高手机，板子在板油，热到前面，到现印度那整天讲不能，到你能没？都必须。中药名字哦，我套知道啦，我弄啦，拿头鸟，拿只头鸟，怎么过来拿头鸟过点3种字哦。在，绳子收了，绳子。你都。
陈总做个好早咋？啥了？我拿的，怎么我拿尿袋被炖了，我都要3盅子，这里那做这么抠呢？甚至啥了？这里这么抠当了，被做这么闹哦？甚至啥了？这里这么抠当了，被做这么闹哦？你别笑。第2日跟我讲诶，跟你去吃啥呢？那我们刚刚诶，咕噜包包，拿来我拿出这，我自己来炸，肚子扭嘞。你分个手指抄个懵的。第2日，大头分手咯。你关个早过来干，搞得这么炸嘞！我整他个尿的，跟老毛蛋子后过个第2发股印章哈，我的那个头做伤来了，我第2毛杀个牙膏了，之类没，我哪弄如个尿呢？个毛的脑子走呢，我木了。喂，有个，我讲过箱子走呢。还是没分得过容的，不过这么炸嘞，主动离开过，如果还分手。减轻过的负担，这叫用布那两顶叉呀！这叫用布那两顶叉呀！几岁个肉呢？哦，一分多啦，肉呢？我讲我几只鹿仔呢？毛那搞几脚棒了哈？毛那你只鹿仔了？来呀，忙那个几只鹿仔呢？我知道了，我要他个不，我都头昏惨惨嘞。我那只好送吧。哎呀，你别他个不嘛。这才，搞几次尿仔我都知他个不。其实，你别他个不嘛，毛那，你几只尿仔哈？我哪知道罗呢？那就只能些啦，搞那么搞凶多啦！你那没么个记得假发的，你当么个记得只抄的难？个记得只哈拉搞嘞！你别笑。It's the motherfucking